想必是潘巡抚吧？我今天来是想……我知道你想什么，你是想要人是吧？好说呀，告诉我哪个反贼的家眷，我会帮这个忙的。就冲你这张小脸蛋儿，我也会。哎，放肆！哎，对付你们这些人，本府向来都很放肆的。姓潘的，你要是再不放手，小心我把你那条手给卸了。哎，好大的口气呀！竟敢恐吓朝廷命官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谁敢？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了！9000岁亲临。潘大人跟我叔叔混了这么长时间，你不会不认得这道令牌吧？你叔叔？那姑娘你是？我家姑娘是当今9000岁的亲侄女。潘大人，你不会不知道我魏方宗是谁吧？哎呦，恕在下有眼无珠。常听9000岁提起姑娘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。请姑娘恕在下无礼。既然知道，还敢对我家姑娘无礼，该打！慢着，好歹人家是巡抚大人，给人家留点面子。哎呀，多谢姑娘大量，择日本府必定备其厚礼，向姑娘谢罪。哼，厚礼是山珍海味还是奇珍异宝？你当本姑娘是没吃过没见过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奇珍异宝，是我叔叔哪儿没有的。哎呦，那可不敢。不知道下官有什么可以效劳的，姑娘尽管吩咐。我只想要你帮我做一件小事。请姑娘直说，下官在所不辞。我要你帮我找一个人。找人？哎呦，这事儿容易，我现在就派人，就是把无锡城翻个底儿朝天，也一定把姑娘要找的人给找出来。哎，别说找一个，就是找几十几百，也不是个什么难事儿。姑娘，你要找的是什么？我要找那么多人干嘛？我只想找我的红影哥哥。红影哥哥是谁呀？审计营的千户大人叶红影，他是我的红影哥哥，智慧敏捷，聪明过人，像狼一样的冷静，一样的冷血。他出手急如风，快如电，比豹子还矫健。他有苍蝇般的眼神，执行任务的时候总是能洞察先机。他龙行虎步，走路的时候每踏出一步，不多不少只有10寸。好看，就看见没有？看人家这一身行头就不一样，大侠呀！是啊，大侠就是不一样，太帅了。他帅，我不帅。谁让你看他人呢？看他钱袋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哎，看他的钱袋鼓鼓的，肯定有不少银子。他一定很有钱。很快他的钱就要变成我的钱。哎，当家的，你看人这身行头就知道人家是高手，咱们打劫他，算了啊！不是你给我长点出息好不好？你懂什么呀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知道吗？哎，我说当家的，咱们就算是进了虎穴，可是也未必能得着虎子啊！你想想啊，咱们哪次打劫，哪次得过手？哪次不是把你打得满地找牙、屁滚尿流的？哎呀，我说你们俩能不能有点志向，长点志气呀？不是啊，你说你们受这么点小挫折，都给你们吓成这样，你们能不能对自己有点信心？要不然我们何年何月，我们才能脱离苦海，我们才能扬名立万？可是当家的，可是去了。我决定了，就拿这头肥羊开刀。
哥，真的是你啊！放松。清风和明月说看见你进了客栈，我还不相信呢。红影哥哥，别洗了，你的手是干净的。不，我双手沾满了鲜血。你别这样，你看清楚，你是不是又做那个噩梦了？为什么别人的梦都有醒的时候，而你的梦却永远也醒不了？因为我不是别人。你忘了带这个。你慢点喝，心里不好受你就说嘛。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那么大个人了还做噩梦，自己吓唬自己。红影哥哥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杀错人了？不，我杀的都是该杀之人。那就对了，你杀人是为朝廷办事，为皇上尽忠，为义父尽孝，这本来是忠孝两全的事呀。再说了，你杀的又全是那些该死的乱臣贼子，他们本来就该死，你又没有办错事，干嘛那么折磨自己？每次都拼命的洗手，我看你啊，手都快洗脱皮了。答应过一个人。你答应过一个人？洗手？你答应过谁呀？你没有必要知道。你不告诉我算了，我也不问了，省得又自讨没趣。将军，没想到魏忠贤这个狗贼，真的敢对顾大人动手。恐怕现在和东林书院沾点边的人，都被这阉狗魏忠贤，你这无法无天的阉宦！师父将听令，末将在即刻随本将进京面圣，我要当着皇上的面弹劾魏忠贤这个老贼。将军，万万不可！大胆！军令如山，你敢抗命？末将不敢抗命。只是将军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万望将军您三思啊！三思？我还要三思？顾大学士、熊将军，哪一个不是忠心耿耿、为国为民的忠臣？魏忠贤这老贼，为了夺权，不停地捏造罪名，将他们一个个置于死地。再这么下去，朝廷早晚是魏忠贤的，大明朝早晚要毁在这个狗贼的手里。可是将军，魏忠贤，他现在是皇上的宠臣，权倾朝野。如果将军您贸然回京，一定会中了这个奸贼的暗算，惹来杀身之祸呀！哼！我袁崇焕，自从军之日就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为了皇上，为了我大明江山，即便是株连九族，我也要除掉这个奸贼。将军义薄云天，天下皆知。可是，这个人生死事小，顾全大局为重。将军，请三思啊！那依你之见呢？风尘双侠仍在江南，东林书院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一定会传消息回来。将军，不如略等几天再做定夺。上苍有眼，佑我忠良。如果铁盒里的秘密落到了魏忠贤的手里，不知道又有多少忠良义士要遭到他的陷害。二位不用担心，我听顾大人说过，没有钥匙，即使魏忠贤撬开铁盒，也什么都得不到。那钥匙在哪儿啊？哈，铁盒的钥匙其实就是顾大学士的官印。只要找到这枚官印，我们把它毁掉，就可以救多少人的性命啊！但愿这官印还没有落入那狗贼的手里，这个东林书院就没有人活下来吗？不太清楚。事已至此，我们必须通知袁大将军。袁大将军，顾老先生不幸身亡，东林党人群龙无首，袁崇焕将军现在手握重兵，我想魏忠贤再傻也不敢对他动手。
所以我们必须把这里的情况赶快告诉他。哎，可是这个袁大将军现在远在辽东啊，这个我们怎么可以？放心吧，我和石太这就以最快的速度赶往辽东，禀报袁将军。忍住啊！嗨！疼死我了！你存心害我吗你？我怎么会存心害你呢？小少爷，我阉鸡、阉鸭、阉狗之后啊，每次都用这种草药给它服上，过2天就好了啊。什么？给畜生上的药？你把我当什么东西了？你不是东西。什么？不，你不是东西。不，你是你不是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就是我的小少爷。小少爷，为了你，我上刀山下油锅，什么都干。哎呀，不要说那么多了，我要你陪我回书院找我爷爷。哎呀，小哎，你这个人怎么不听主人的话呢？小少爷，要不要我现在就送你去阴曹地府见你爷爷呀？你们是什么人啊？啊，这打扮看不出来吗？山大王，要想活命，把钱留下。英雄，要钱真没有，要命就一条。那就拿命来！站住！流氓啊！站住！翰林大学士顾县城，是顾大人。顾大人，你们认识我爷爷？马壮士，你赤胆忠心，保护少主。兄弟大伙敬你，来，干！其实我保护小少爷，不是因为什么赤胆忠心，只是怕老爷变成厉鬼来找我。小少爷，你是忠良之后，我边哥绝不会为难你。其实，我们弟兄几个也是忠义之士。那你们怎么当土匪了呢？哎，小少爷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哥几个以前都是在朝廷里当差的，因为得罪了阉狗魏忠贤的党羽，被罢官流放。为了申国，不得已，才当起了土匪，拦路劫道。那你们也挺不容易的吧？有什么办法啊？为了表示心意，我愿意把我们攒下来的一点银子拿出来，孝敬二位当盘缠。啊，拿去花吧。好，谢谢。客官，您看喜欢哪把？这几把都一般。哦，我还有一把震天宝剑。小儿，过来帮忙。哎，好嘞。慢点。你。客官，您看这把剑，不但可以防身，还可以辟邪。好剑。敢问这把剑叫什么剑？客官，这是我削梨用的水果刀。客官，您挑了这么多把剑，不知道你要买哪把剑呢？我想选鸳鸯。哎呀，你用什么剑？你买剑干嘛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越是功力不够，越要行头来凑，让人一看就像个大侠，要不然就被人欺负。干嘛？小少爷，你看你这衣服太难看了，脏的呀，都破了。
帮你买身，换上。忠孝两全，这4个字你记清楚了吗？记清楚了，爷爷，我去玩了。哎，不行。要把这4个字再练10遍才可以出去。啊？怎么还练10遍呀？我昨天不是练了吗？怎么还练呀？那你昨天吃过饭，今天为什么还要吃饭？因为我饿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这个练字读书必须要专心。爷爷，我好想让你再抓着我的手，教我写字。如果你还能教我读书写字，我一定会乖乖的听话，认真学习，绝不再惹你生气了。爷爷，我真的好想你。客官，这是本店专酿的竹叶青，来一壶尝尝吧。我只喝自己带的酒。哦，哎，等一下啊，见过这2个人没有？没有。啊，没事。究竟是谁？城南茶店不见不散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！小少爷，看看野菜蘑菇汤，快来趁热。干嘛呢？怎么了？饿晕了吧？快！我不饿，我想爷爷。哎呀，天哪，熏死我了！你这么小年纪，要经历这么多生死离别，确实难为你了。孩子，不想这些了啊！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，喝了它啊！你这什么呀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啊，看这边，看到了吗？我刚刚采的野菜蘑菇汤，快喝！我不吃野菜汤，我要吃烧鸡烧鸭。还有，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儿啊？我要住客栈。小少爷，那个鸟人在到处追杀我们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在这儿大吃大喝，到处招摇，要被人发现，那不送死吗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吃烧鸡烧鸭。我爷爷说过，人呐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那是因为你身体里缺什么，才会想吃什么。我就要吃好吃的。歪理邪说，想吃什么就说明肚子里缺什么呀？那狗吃屎，肚子里缺屎啊？鸟吃虫，肚子里缺虫啊？你别跟我说这些歪理了，我不理你了。行了，小少爷，实在不行忍一忍，克服一下啊。没那么多钱，吃好的喝好的。那些好土匪不是给了我们好多钱吗？那钱得省着花呀。你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袁崇焕大将军啊？奇怪了，这么好喝的汤，难道你就不诱惑吗？你看，我这就行，喝了。我保证，你喝了还想再喝。干什么呀你啊？浪费，好喝也不能这么喝呀！是不是呛到了？没呛着，你煮的汤太难喝了。胡说八道，绝对是胡说八道，肯定是胡说八道。我煮的汤怎么会难喝呢？你尝尝啊！我是想让你先喝，我再……那行。我没侮辱你吧？是菜侮辱了我。年轻人，有胆识。刚才那个图纸是你的？不错。
看来你的悟性挺高。我给你的信那么深奥，你都能看得懂。找我何事？好，快人快语。那我也不多废话了。江湖告急，想借你身上一物。江湖告急，想借我一物。剑在人在，你想借剑，死了这条心吧。我对你那把破剑没兴趣，我是对你那个有兴趣。荷包，原来你想打劫，聪明，那就得看你的本事了。哼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降龙18掌，嗨，嗨，嗨！金银白骨爪，嗨！我抓死你！想跟我动手，再多练几年吧。我没师傅教啊。我教你。好，手抬高，脚抬高，腰收紧，挺胸，收屁股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，哎呦，你们两个见死不救啊！快出来救我呀！来了！兄弟，关键时候不会丢下你！臭小子，兄弟来了，你赶快束手就擒吧！就擒！一起上吧，省得我费事。好，呀！哎呀！呀！哎呀！当家的，当家的！大家饶命！别杀我们！别杀我们！你们这群酒囊饭袋，杀了你们！侮辱我的剑！大侠，请留步！怎么，还想挨打？我要拜你为师。是啊，滚开！师傅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让你走。我也不让。放开你们的手！我也不让师傅走。你就可怜我们吧。我们什么都没成功过，打劫更没成功过。你要是不收留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啊，师傅！师傅，住口！不许叫我师傅！这条活路。要我给你们条活路可以，起来回话。替我办件事。好的，您尽管说，我就是赴汤蹈火，我也在所不辞。这2个人身上带着一枚铜制的官印，你们若能找到，赏银100两。这不是偷看我拉屎那俩吗？哎，少爷，看看我这么走路，像不像个大剑侠？还大剑侠呢？我看你不像大剑侠。那像什么？像大贱人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哎，我肚子饿了，只要你给我买好吃的，我要吃那个。好，正好我也想吃一串。你怎么每次都跟我一块吃啊？有福同享，有串同吃嘛。走。那不是偷看我拉屎那俩人吗？张先生，你看错了吧？这样吧，肯定没错。偷看人家拉屎，就是化成灰为忌。华少飞，你老说我们要去投靠大将军袁崇焕，那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不知道，但是我就知道一句话：皇天不负有心人。只要我们这样扭下去，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见到严大将军。说得好，说得对，皇天是不负有心人，也终于让我这个有心人把你们给找到了。马少飞，我认得他，他就是提着裤子跑的那个人。怎么办呢？他们这次来找你算账啊！偷看我拉屎，弄得我连裤子都没穿好就跑了。虽然你们这么做很不要脸，但是我不会跟你计较的。那你们拿着刀想干嘛？嘿嘿，你说呢？马少飞，我们是不是又遇上土匪了？
几位大哥，从面相上看，你们像是土匪喽。好眼力，好眼力。哦，那既然是土匪，就一定是忠义之士喽。什么是忠义之士？夸你。忠义之士，是我们是忠义之士，那就是自己人，让你们开开眼，看眼东西。转。看，当家的，嘿，敢脱了裤子光着屁股冲着我们，当家的，羞辱咱们，羞辱咱们，劈了他！这招怎么不灵了？住手！不要逼得我拔剑了。古人云：1寸长，1寸强，1寸短，1寸险。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，还没我这把瓣儿长呢。要是识相，就赶紧给我滚开！大家，你不要冲动。你看，咱们大家都是在江湖上混的，是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嘛，是吧？不要动不动就拔刀啊、拔剑的，是不是？对。你们也收起来，收起来。你看，我们都收起来了。算你们识相，告辞了。别，大家，留步，请留步。这个事情呢是这个样子。好。我知道二位身上有个官印啊，要不然这样，出价卖给我怎么样？官印是我爷爷的，不卖。对。小兄弟啊，不卖就不卖，借给我看看总可以吧？不好，我爷爷的官印和我屁股上的烙痕一样，要看就看我屁股。谁看你臭屁股？好话我都跟你说了啊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我说狠了我！别碰我爷爷的东西！给我劈了他们！哎呀！那就让你们领教我的剑法。肩伤啊！站住！你买的不是震天剑吗？怎么变成水果刀了？肩伤害人呢！这份剑把我害死了！别跑！站住！官印可值100两银子，别让盗贼的鸭子给飞了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停！别跑啊！继续跑啊！不跑了！你们不要逼人太甚！谁逼你？我才没逼你呢！省得让人家说我一代大侠欺负一个小孩子和一个胖子。我呸！你还一代大侠？你看你长那个熊样，长得比我还肥呢你！少废话！只要你们乖乖的把官印交给我，我就放你们一条活路。官印。好。你干嘛？是这个吧？给你。我价格给的，你赶紧跑啊！要它，别着急。小胖子还挺懂事儿。那是。拿来。我是小胖子是吧？胖子没错。出来当土匪就不对了！我揍你！快跑！我打死你！把官印给我抢过来！把官印给我抢过来！快收官印！小少爷，我来了！看够了吧？啊，想要这个吧？傻呀，这儿呢！来，我走！小少爷，把你拖下去，扔个3下手！哎呀！脱裤子，快抓住他们！给我的！
看别人拉屎还脱别人裤子，真不要脸！当家的，别哭了，你看，好在咱们得到官印了。马成飞，怎么办呀？你快想想办法呀！这怎么办呢？我哪办过这事儿啊？我也没办法呀。你一定要想想办法，我快撑不住了。这个裤子好像不结实。小少爷，有办法了，我努一下。撒手！啊！不是你撒手，是我撒手。小心点！小心点！混账！您骂我干嘛呀？这不就是您要的那个官印吗？是我要的官印，但是你看看，都变什么样了？哎呦！哎呀，这意外啊，真是意外，纯属意外。哎呦，真不好意思了，师傅，一不小心给砍坏了。是你砍的？就算是我吧。可是师傅，这字儿坏了。可这印还完好损呢。官印上的图文已经无法辨识了，对我来说，只不过是块废铁。师傅，那我那个排2文银的赏钱，还敢提赏银？毁了官印，拿命来赔！除非你给我一个满意的理由。理由？我哪有理由啊？我的剑很快，你不会感觉到痛苦的。别！师傅，你不能杀我呀！一日师徒百日恩呐，再加上您徒弟我是那么可爱，对您又是那么孝敬，您不能杀我呀！不能杀我！我爷爷的官印和我屁股上的烙痕一样，要看就看我的屁股吧。我有理由了，师傅，我这个理由您一定满意。说。官印虽然被毁了，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孩子，他屁股上的烙痕跟这个官印上的图文那是一模一样啊！什么？您要是杀了我，那您就永远都找不到那孩子的下落。那孩子是谁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但是师傅，只有我能认得他呀，只有我能帮你把这个孩子给找出来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师傅，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我也不敢骗您呢。师傅，您就算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，好不好？一定让你满意。好，我再给你7天的时间，要是找不到孩子，拿头来换。好。有消息，到客栈找我。让开！好，国主千岁，千岁，千岁。好，平身。谢9千岁。如真啊，本座一到江南，你就为本座献上这么大的一份礼，不但为本座造了一座这么大的生祠，而且还把本座的雕像雕刻得惟妙惟肖。哎呀，只可惜呀，本座只是个人，不是神呐。启禀9千岁，在卑职的心目当中，您就是神，所以卑职造了这座生祠，
还已知会了江南各州、各府、各县的巡抚、知州、县令，为您建造生祠，供天下百姓膜拜。如真啊，你可真有心呐！这是卑职的真情实意。可惜呀，空有生祠，却不见祭品啊。卑职已经准备好了生礼，作为9000岁的祭品。哦，献祭，起！好啊，好，是东林党人献成的脑袋。哎呀，这个贡品太有意思了，本座喜欢，本座喜欢。别动！给我让开！9000岁，谁敢动一动，老子就让是阉狗，人头落地！放我们走！都给我退下！退下！反贼，放了我义父！红影，叶红影，神机营杀手，放了我义父，我给你留条活路。你当我是3岁小孩？笑话！放了他，那我的弟兄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要怎样才相信？哼，除非你自断双臂。啊，罢了吧。只要你断了双臂，我才相信可以活着离开这里。要不然，我就让这老贼给我陪葬垫背。考虑清楚了，赶紧决定啊！不用考虑，我答应自断双臂。那就快动手啊！老子可没那么多耐心。红影，火影哥哥，我不许你断了双臂！让开！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我们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。我叫你让开！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，就是自断双臂不可以。你们俩吵够了没有？老子可没有那么多耐性。贴出来了。哎呀，今天多悬！幸亏我抓住了悬崖上那个树藤，要不然咱俩全摔死了。哎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就叫吉人自有天相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我爷爷是个好人，老天一定不会让我爷爷绝了后，会保佑我的。对，这次你是沾了我的光，你得感谢我。我一直沾你的光。哎，小少爷，你看，那么多人干什么呢？对啊，咱们也过去看看。啊，走。让一让，看一下啊。哎，那小哥有点像你。那大哥哥有点像你。比我难看多了。什么呀，比你好看多了。这不就是咱们两个吗？做交代给你查询官印的事进展如何呀？这官印已经……怎么了？你该不会跟我说你这神机营的杀手连个官印都找不着吧？这官印是找着了，不过……既然找到了，还犹豫什么？快，呈上来。是。不瞒义父，顾县城的官印已遭乱刀砍毁，上面的印文已无法辨识。这官印怎么会成这样？这跟废铁有什么区别？我要它还有什么用？叔叔，你别生气呀，不就是个官印吗？我相信，也许还有其他办法。红影哥哥，你快告诉叔叔，是不是啊？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？难道找个变戏法的，把它变回原样吗？义父，这官印虽毁，但是据孩儿所知，
这官印上的图文已经烙印在一个孩子的身上。真有此事？句句属实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不管采用什么手段，用什么方法，都尽快找到那个孩子，取下他身上烙下的印文。是，孩儿定当尽力办妥。一有消息，立刻飞鸽传书通知义父，请义父放心。快点，躲起来，别让别人看见。这儿怎么到处都是人呢？这怎么办？通缉咱们！这儿怎么有个洞啊？真是个洞！快点，前进，你躲再说，快！若说两半不相同，除是痴人说梦。好词，好词，真好。既然娘子这么喜欢我的词，是不是该报答我呀？都老夫老妻了，还要人家报答？那这样好了。我赛花花呢，就发誓，生是你熊家的人，死是你熊家的鬼。而且，一生一世你是我第一个男人，也是我唯一的男人，也是我最后一个男人。你们没听说过醉影楼里的冬青姑娘跳舞的时候，那可是太迷人了。当家的，你忘了3天之后就是你死去娘子的忌日，你这个时候你合适吗？我死去的娘子啊，那可是个明白人。可是当家的，你还答应过大小姐，你忘了？你说3天以后我肯定赶回黑风堂去祭拜你娘，你忘了？你现在着什么急啊？你刚才不也说了，这3天以后才是忌日呢？当家的，你看。要不然你带我们哥俩也进去见识见识啊！我说兄弟，你以为这是好事啊？见识那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哎，不光是花钱就完了，那玩意儿伤感情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看就别去了。这种事儿让老大我进去吃吃亏就可以了。哎，我呢先进去见识见识，完了以后呢，我呀再告诉你们俩是怎么回事。你们俩就间接体验一下这种感觉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先进去啊！哎呦，这当家的太不仗义了！好啊，既然你对我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们对你不义了。没看见。哦，哎，你看，前面有光，这什么地儿啊？看去，走。哎呦，我天，这什么地方这是？
不起啊，我们俩也我们不是故意也不知道怎的。么就走到这儿来了。你们就是故意的，这也不能怪你。爱看美女，这是男人天性。谁叫我天生丽质，连洗个澡都能惹来狂风浪蝶。我们其实也没看太清楚，我们就走吧。哎，快！我怎么不能动我也动不了了。想跑啊？你们已经被我点住了穴道。啊，坏了！这要是在江湖上传出去，我们偷看洗澡被人点穴了，那以后还怎么做人呢？没法混了是吧？行啊，那我就成全你们去做鬼。你们这是黑店啊！我把钱给你行不行啊？谁要你们的钱？我只要你们的命。慢着，留住活口。冬晴，这2个人来路不明，很是可疑，而且他们发现了密道。万一他们是官府派来的人，不杀只怕会留下后患。我看他们2个，一个胖的，一个小的，应该不会是官府派来的吧？明眼人一看他俩，肯定不会认为他俩是官府派来的人。但是不能就因为他俩不像官府的人，咱们就掉以轻心啊！万一他们是被官府收买派来的走狗呢？花姨，那你打算怎么处置啊？我看倒不如利用这次机会，好好的严刑逼问他们，趁机问出来，官府到底把你爹杨连阳大人，还有其他忠义之士都关在哪里？严刑逼问？对，严刑逼问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啊，我可最拿手了。我可以把他们的指甲啪啪给拔了，然后再拿烧红的铁块往他们身上噼噼这么一烫，嘿，那很过瘾的。花姨，那肯定很疼吧？那是当然了，还有更疼的呢。还有更疼的呢？对啊，如果啊把他们身上的皮都给扒掉，然后抹点盐，再抹点辣椒面，看他们那痛苦、挣扎、生不如死的表情，那才叫更过瘾呢。大姐，怎么听你们说这话像是在烤肉啊？但是火不能太大啊！我说2位姑娘，你们怎么这样啊？怎么这么心狠手毒啊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，你再不老实交代，我就大刑伺候了。要不然你这样吧，你解开我穴道，我给你跪下，求你饶命，行不行啊？马小飞，你怎么能给这个人下跪了呢？我爷爷说过，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不能给这个老女人下跪啊！耶，你这个小兔崽子，你说我老，我哪里老了？我最恨人家说我老了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疼啊！我屁股的伤还没好呢，别打！哎，怎么流血了？我只轻轻的打了一下嘛。这是不是受伤了？快看看，有刺哎！干嘛脱我裤子？不要脸，男女授受不亲都不知道。翰林大学士顾县城，哎，是顾大人的官印。小顾啊，你怎么跟我家死鬼一样，这么一声不响就嗝屁了呢？哎呦，疼啊！对不起。哎，我说你干什么呢？你轻点行不行啊？你允许我那屁股呢？你看看这个细皮嫩肉的，会不会啊？不会靠别人我来。去，一边待着去。会生会养才是真女人呢，你一个大男人凑什么热闹啊？都饿了吧？我叫厨房准备了一些吃的。哎呀，我们真是饿了。来，小少爷。哟，宝贝儿，慢点啊。谢谢花姨。可是花姨，我又不认识你，干嘛老叫我宝贝儿啊？你刚才不还叫我小顾吗？花姨喊的小顾啊，不是你，而是你爷爷顾县城大学士。你们认识我爷爷？何止是认识，而且还有很深厚的交情。花姨原本是熊廷弼将军的第13房姨太太。既然花姨认识我爷爷，还叫我爷爷是小顾，
那论辈分，我应该叫你花奶奶。哎，别把我叫老了，你还是跟别人一样，就叫花姨好了。小孩子不懂事儿，你叫花姨就行，我叫她花奶奶。切！不，也花姨，对不起啊，花姨，我有一事不明，你既然是将军的夫人，为什么不骑马打仗，要在这儿呢？当年我家那死鬼也算是东林党人，被魏忠贤栽赃嫁祸，以贪污罪名抄了家。在混乱之中，我藏了一些值钱的东西，我就用这些东西开了这家醉月楼。其实我真正的目的，是想用这醉月楼来做掩护，方便接应那些被魏忠贤迫害的忠义之士。熊将军遭遇不幸，冤死狱中。原来花姨跟我一样可怜。那姐姐，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可怜呢？我家父杨林原本在朝为官，就因为他也是东林党人，所以遭到魏忠贤的陷害，告老还乡，竟遭入狱，至今下落不明。真是不说不知道，原本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倒霉、最可怜的人，没想到你们三个还不如我呢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找到袁崇焕大将军，我一定替你们讨回公道。什么？你们要走？对啊，老太爷临终前托付过我，让我带着小少爷去投靠袁崇焕将军，所以明天一早我就要带着小少爷离开无锡，找袁大将军。哎，不行，你知道袁大将军人在哪里吗？不知道。大将军远在辽东，我没去过，离我们江南有几千里远。你放心吧，花姨不是不让你带着人怨去找袁大将军，只不过不是现在。前段时间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，你们只要安心待在醉月楼，相信啊，过不了多久，自然会有人来接应你们的。那怎么行呢？我们两个大男人得养活自己，不能在这儿白吃白喝。哎呀，小宝贝儿，你就放心好了，别跟花姨客气啊。就是小少爷，既然人家这么盛情，那咱们就别客气了。我觉得这儿挺好的，花花绿绿的，咱们连吃带喝的住上一段时间啊。你想得美！你当然得自食其力了。我醉月楼可是从来不养闲人的，你既不识字，又不会武功。你放心好了，太难的活我绝对不会找你的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一定会安排最适合你的事。什么事啊？看这儿，龟奴。龟奴。说的是真的？我那个不孝的爹，竟敢跑去找女人狂欢！大小姐，平常你是怎么对我们兄弟的啊？那是有情有义，义薄云天，天选，反正就是好。我们能骗你吗？我们骗你还叫人吗？我和张牙是马上跑回来向你禀报这件事情的啊！大小姐。这当家的，你真得好好管管他，他太过分了。他明知道过2天就是你娘的忌日了，他还净往那种不三不四的地方跑啊！哎，他这良心让狗给吃了，吃没了都，全吃了，一点良心都没有啊！那狗吃的，好这好，我可以骂我爹，你们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听见了没有？爹敢对不起我娘，一定饶不了他。我一定把那个不孝的爹给抓回来，在我娘牌位面前磕头认罪。磕头认罪。他要敢说个不字，我就让他像这张桌子。这差不多了吧？这汤再这么洗就成老鸭汤了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脚趾头再这么搓下去就分瓣了，成6个了。你才6个脚趾头，你们全家都6个脚趾头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去，下去。刚洗完就翻脸。去呀！小子，
亲生父母养的，凭什么他们在这玩呢？我给别人洗脚啊！哎，谁呀？坏姨，这要怪啊，就怪你上辈子没烧好香，投胎啊没投到富人家，认命吧。花姨，干什么用啊？抹地呀，还有啊，把你那脸给我擦干净了，别吓到客人。鬼奴还得抹地。这醉月楼啊，我说了算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赶紧的把里里外外给我打扫干净，别耽误我开门做生意。抹地。什么？抹地！我擦！九千岁，这位药材西医是卑职专门孝敬您的，服用后保证让你气血通畅，延年益寿啊！哼，这可真是稀奇呀，连蜥蜴也能够入药了。这是生长在云南的蜥蜴，他小的时候是要伏在爹娘身上长大的，爹娘对他疼爱有加，出去给他觅食。哎，结果到了冬天没有食物了，你猜怎么样？这个饿了的孩子竟然回过头来把自己的爹娘咬死，吃掉。你含沙射影，话中有话，是不是又想在本座面前搬弄什么呀？哎呀，卑职不敢。哼，你还不敢？本座知道你对红影不服，但是本座也再三言明，不希望自家人闹什么内讧。你居然还以这味中药为名借题发挥，说穿了，你就是容不下红影。莫非是把本座的话当成了耳旁风了？九千岁金科玉律，卑职怎敢淡忘一句？只是，这是什么？只是卑职为九千岁多操了点心而已。哼，那你倒是说说，本座有什么可让你操心的？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九千岁，您对叶千户那是宠信有加，可就不知道叶千户对九千岁是不是以真心换真心呢？哼，那是当然。红影把我亦是当成亲生爹看待，本座几次遇险，都因为有他才能够化险为夷。上次在生死里，他为救本座，还情愿自断双臂。可是最终他还是保住了双臂，而且他还要放走那帮反贼。九千岁，难道为此你就没有起过疑心吗？毕竟他是你的义子，不是亲生儿子。大胆！九千岁息怒，但卑职只是希望九千岁得以证实，叶千户对九千岁到底是不是真心实意呀？好，那本座就给你这次机会。不过，我们要怎么样做，才能试出红影的真心呢？九千岁放心，卑职已经有一条妙计。花姨，你看那么多好吃的呢，叫马上飞也来吃吧。那怎么行呢？这不坏了我醉月楼的规矩吗？咱啊得尊卑有别，主子跟奴才怎么能同桌吃饭呢？可是，他是我朋友啊。什么朋友不朋友的？他就是个下人，你可是东林书院的小少爷，别失了身份哦。快吃啊！九千岁，这佛堂可是卑职专门为您盖的。为了我？啊？本座是那种只顾自己享受、剥削民脂民膏的人吗？九千岁息怒，卑职听说您在闲暇之余有参禅打坐、为百姓祈福的习惯，所以本府就找来了最好的工匠，打造了这座静雅的佛堂，还望九千岁能满意。如真啊，你真是有心了。
那本座就领了你这份情。哎呀，这段时间为了东林反贼的事啊，闹得本座那是寝食难安呐，是该好好放松一下，大禅静思静思了。九千岁所言甚是。叶千户，不妨也进佛堂陪陪九千岁啊。我从不信鬼神。哎，颖儿，你就多陪陪义父吧，我还有好些话要单独跟你说呢。既然九千岁都这么说了，千户，就不要辜负了九千岁的这番心意吧。那孩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九千岁，请。好，